那个贤聪兄，那个门把它打开没关系，那个门把它打开，那个电动门把它打开，嘿，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甘烦着，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迄号人有福气。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影。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辰，佮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了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了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
咱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62篇。启应文62篇伫圣诗后面的1113页，1113页。咱做伙来交托上帝的话。既然你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大家额头来祈祷。爱愿甲做隔离，甲你搁好的上帝，感谢你差派主耶稣来到世间，甘愿遵照你的旨意，就算受到世人的看轻，拄到同伴的反背，犹原选择被人钉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通甲你搁好，互阮知你对阮的疼是超过阮的想象。无法度用言语来表明，阮毋若要用嘴学了你，阮搁较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阮毋若伫你的圣殿行好来回应你，搁较要伫世间做光做盐来荣光你。阮要甲逐人讲，你是阮的上帝，阮是恁的主民，你是创造一切、疼惜你逐项创造的上帝。主啊，伫现时阮所厝的环境有苏联甲乌克兰的战火也袂煞，伫土耳其发生大地震，也有新冠肺炎的病毒四界流传，这种种造成人命的伤亡、家庭的破碎，阮的心真正艰苦。面对这一切，阮实在真正有限，毋知通做啥物。主啊，求你引带，互阮甲你三同工，互阮钦调你、信靠你。求你怜悯，互造成战争的掌权者心痛柔软，互因看见毋仅是数字，是数字背后造成的痛苦伤心。也求你，互阮有能力，通安慰陪伴面临痛苦的人，阮也通学习彼此相疼，就亲像你疼阮同款。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阮要召开会员好会，也要为着教会聘任牧师来办理监选。求你圣神临在会中，互阮摒空阮家己，
将一切交托伫你，互你的旨意得成。愿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你居所何等可爱》。下面要讲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7章第1节到第8节，和合本伫新约的24页，台语汉语本伫新约的21页，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第29页。若显着，我来读。
过6日，耶稣另外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带因爬上悬山，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面光耀耀，亲像日；伊的衫白，亲像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对因显现，甲伊讲话。彼得因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爱，我要伫遮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还咧讲话时，忽然有光光的云答应，阁有声对云而出，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学生听见就拍落去，真在惊。耶稣进前望因讲：“起来，莫得惊！因夜目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那定。”今日咱社会议长黄春生牧师来到咱的会中，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登高望远”。咱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参加弟弟。今仔日来伫咱西湖教会参加来敬拜上帝，听到真水乌落的声，也看到咱侪兄弟拢充满渴望的心来到伫主的殿院。咱的教会要来兴起，咱需要有一个真渴望的心，献上咱一切会乌落伫主的面前。咱的世间，咱检测，咱会拄着无共款的恶担当，总是主甲咱三个弟弟，咱头前的路站，搁较辛苦。其实这条路，信仰的道路，就会来完成。咱今仔日要甲主三个同齐道，也要来举行牧师的监选。咱今仔日也多谢中会车派杨牧师甲何爱年长老来到伫咱中间来主持监选。咱也要来召开咱年度的这个会员好会，要来诉算过去上帝伫咱中间的恩赐。咱搁较期待伫新的年度会通继续大家做阵努力来拍拼，来往头前的路站来跑走。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的中间，咱看到耶稣是带学生去爬山。门徒跟对耶稣，因伫这中间，耶稣伫无共款的所在有无共款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因毋是坐伫教室的内面，伊是一边传讲上帝国，一边会教示门徒。今仔日这段经文，通讲是耶稣对3位门徒进行特别的教导。伊带这3位学生去爬山，爬山的中间到底会通学习到啥物？其实早前宣教师来到台湾，特别是马介牧师，伊爱世界行，伊甚至到伫宜兰、到伫花莲的所在。马介牧师上山落海，伊来到伫台湾170年的迄年，伊伫5个月后，伊就带伊的学生严清华去爬山。伊去爬倒一条山，对淡水河看过去，就是观音山。但是马介牧师称这座山叫做南山，因为北部大屯山，迄差不多1000外公尺，南山较低，只有500-600公尺。马介牧师伊因为受到苏格兰启蒙的运动、启蒙运动，所以伊会将一寡新的财物知识带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对话。那亲像迄当时马介牧师，伊摕着显微镜来到伫淡水伫遐教学生。迄当时大清帝国的时代，逐个人其实无啥物款这个世界观，
科学的中，对伫科学也是真无认捌，会认为有真多是这个神宗教的问题。总是有当时咱若了解的时阵，迄是一种科学的理解。马介牧师就是伫淡水的所在，伊带着学生伫迄个中间一做学习，将新的世界观的观念带到伫学生的中间，甚至将这个科学的物件教予学生。伊嘛捌上迄个解剖学、解剖学。伫马介牧师的日记的中间，伊就摕一粒猪头来，伫遐解剖，伫遐甲学生讲猪的结构是啥物，甚至猪的目睭，伫迄个中间讲猪的目睭甲人的目睭有啥物款的无同，类似的所在是啥物，这拢帮助迄当时的学生眼界开阔。信仰来到一个所在，其实就是要帮助咱的眼界开阔。马介牧师伊咧带学生的时阵，谈话讲起要爬南山观音山，伊带因到伫山顶的时阵，到底伊要教导啥物？耶稣带学生去爬山的时阵，伊要教导啥物？其实爬这个山，拢会通带来一种启明、启蒙，一种开阔的眼界。无论是对世界观的眼界的开阔，甚至是对灵性顶头的开阔。咱的信仰原本就是应该超出一个更加开阔，因为咱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咱要安怎来认捌这个无限超越的上帝？就那亲像咱谈多啊所吟圣诗27首，迄首诗歌，咱知影讲，伊这首诗歌学了上帝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迄款眼界的开阔。咱咧追求这个信仰的时阵，嘛爱了解咱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上帝。虽讲咱的教会的所在较小，但是咱唔通互这个小来束缚。咱应该爱有上帝的眼界，上帝的眼界是开阔的，迄个开阔未受到有形的建筑来束缚。马介牧师伊带学生去爬这个南山，伊唔是植物学家，伊嘛唔是生态的研究者，但是伊真爱观察、收集、记录，伫自然环境的中间，伊带领学生去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伟大。谈到讲起1872年3月初9。马介牧师到淡水5个月后，伊就带着伊第一位学生严清华去爬这粒山。严清华后来嘛一直拢陪马介牧师来进行旅行的宣教。迄毋是旅行，迄是一边行一边上课。那亲像耶稣，伊嘛带着学生一边行一边上课，摕着自然界的物件。来讲起上帝的作为，做比喻也好，做教导也好，为着互人的心灵会通开阔。拄开始的时阵，严清华毋知马介牧师带伊去爬山的目的。伊咧爬山的时阵，手互迄个干芒草会来写甲规个老火。马介牧师伫迄年8月24的日记安尼写，讲透早，甲阿华渡过淡水河，爬上观音山。四界草仔真长，伊的叶仔亲像倒会来。阮带着老伙的双手，努力爬悬，直到
伊遮写1700英尺，差不多518公尺。诶，山顶每一个方向的景致拢非常的壮观。阿华伫迄个中间，敢若嗷嗷念，爬来遮要创啥物，忝甲要死。但是马介牧师叫伊目睭闭起，甲问讲：你听到啥物？听到风的声、树拿的摇动的声。我叫伊拍开目睭，你看到啥物？看到山边洋，看到海，看到远远的船，看到天顶的云。我看到啥物？直到阿华讲起，看到上帝的伟大。你兄弟，人的心灵的美感，毋是一声地通来造成的。美感是带有精神的意涵的。一看到上帝创造的时阵，有迄个敬畏的心。咱的信仰就是要互咱的眼界会通得到开阔，互咱对上帝的认捌会通更较深入，看见迄个生信超越者的权能。严清华伫马介牧师的带领的下底，一开始的时阵，感觉讲爬即个山要创啥物？忝甲要死。爬山敢会通有饭通食？爬山敢会当趁钱？迄伫迄当时的人来讲，因感觉讲过三顿较要紧。但是敢若过三顿，食饱食，困饱食，安尼人生的中间就安尼过去啊。敢讲人生，咱的使命就是安尼尔吗？其实人伫世间一真要紧的使命，就是去认捌上帝。这个认捌上帝，和迄个超越者的上帝，引带咱人生头前的路站，咱也受呼召去参与上帝无限的创造。军队马介牧师学习信仰，渐渐伊的灵性会通升华，伊的眼界会通受拍开。这是真特别的。爬到伫山顶的时阵，伫遐看。今仔日咱也去观音山的山顶，迄个山顶有一个牌楼，顶头有石头刻的，安尼讲，走路要找难路走，挑担要捡重担挑，为学硬汉而来，为做硬汉而去。所以迄个所在，佫互人称作安怎硬汉里。有的人爬山爬到遐，为着要安怎伫遐翕一张相做纪念。其实爬山去学习的，毋是伫遐来翕一个水水的相。严清华爬到伫遐的时阵，经过马介牧师的分享，叫伊去听，叫伊去看，甚至去闻到土地的味。原本阿华伊对心内无法度去欣赏大自然的水，但是两个人到伫山顶，看到淡水河，看到开阔的台北平原。马介牧师伫伊的这个日记内底安尼讲创造海甲天地美丽万面的圣神打动阿华的心，互伊本性大受激动。这个时阵，伊的美感诞生啊，美感诞生了。伊顶头生的心灵，会通看见，会通听见，闻到上帝伫创造物的中间的信息。这是马介牧师日记顶头所写的。佮讲到讲，因两个人迄当时坐坐阵，伫遐吟几啊首圣诗，
又将这信息记落来，讲我认救主无惊见效，日日离家搁较近，永远甲主徛起。马介牧师将因所念的信息甲记落来。对迄个时阵，马介牧师就时常用这款观察自然的方法，配着信息的旋律，来训练伊的学生。当然，严清华对伫自然界一切物件，也对着伊的老师马介开始热心，伫遐好奇来做研究。马介牧师伊捌安尼讲，讲伫佛摩萨的这个植物界内面，对一个会困深思思考的学生来讲，迄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科目。对一个宣教师来讲，每一片叶啊，拢有语言；每一蕊花，拢有声音。伊个安尼讲，咱为什么袂当亲像这个生物地理学几乎我来所讲的，讲获得更充分明了大自然的道理，而且更相信我们在任何地方看到的伟大迷人的东西，都不是没有计划的。意思讲，这拢是上帝的计划内面，对于上帝的创造，提升咱的美感。在咱可看的中间，互咱看见上帝伟大，迄个灵性的提升。弟兄姊，这互咱看到信仰的道路，就是一条爬关山看远的道路，互咱的眼界通得到开阔，互咱的灵性会通亲近上帝。这条信仰的道路，爬关山其实是无简单的。爬山的时阵，咱拢会亲像严清华伫遐嗷嗷念，爬这什么山，害我流血流，双手拢流血。信仰嘛是安尼，咱咧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坎坎坷坷，会拄着艰难、困难，拢爱突破。无论是咱西欧教会，伫济南教会嘛是同款，伫每一个教会。伫头前的路拢有无同款的挑战，这条坎坎坷坷的道路，也因为是安尼，所以咱更加需要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去学习，要安怎来跟对主的信仰功课。第一站安尼讲，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的小弟，雅各的小弟约翰，所以咱看到耶稣带领。所以耶稣带因三个人，这已经在说明啊，人生这条路，咱需要主的带领。要爬山，这条路是无简单的路，人生的道路无简单，咱需要主来引传。为什么耶稣要爬关山，甲改变伊的形貌？因为伫犹太人的经验的中间。关山通常是上帝甲人做阵相拄显现的所在，那亲像亚伯拉罕伫摩利亚山的山顶，要献伊的囝以撒做烧化祭的时阵，伫迄个中间，伊去拄着上帝。上帝讲毋通伤害这个囡仔，毋通伤害无物件好献祭，但是上帝安怎？互亚伯拉罕的眼光，忽然安怎看见远的所在有一只羊羔，甜伫这个草仔堆的中间，然后甲摕来献祭。迄只羊，敢是忽然间走来遐？毋是啦，迄早就伫遐备办好势啊啦。所以圣经内底讲，耶和华备办。耶和华伫迄个所在已经备办好势啊，但是咱咧爬山的人，咱检采到伫遐，伊的心内忧愁啊，这个我的囝要甲献祭，拢是目睭干那看到伊的囝，看到伊的问题，但是当伊听到上帝声音的时阵，忽然间目睭开啊，
开看见上帝的美善。信仰人生嘛是咱爱去学习，将咱的眼光活转去看上帝，看远的所在，看上帝的美善。当上帝选调这个摩西的时阵，嘛是伫好利山的山顶，伫遐伊颁布10条诫。先知以利亚伫加比山要献祭的时阵，上帝祈祷，迄嘛是伫关山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耶稣，伊为什么选择伫关山的所在伫遐来变貌？伊主要是要来学生来启示伊弥赛亚的身份。我有一个开阔的眼界，迄个开阔的眼界会通帮助因的信仰愈坚定。你要看严清华，伊的眼界若无开阔，伊敢会讲啊？这个信仰带互伊的生命是一个更较超越的？无啦，伊可能和过去同款，敢若一天过3顿，后一顿伫大国毋知。人活伫这个世间，敢若过3顿而已。但是严清华伊的眼界开阔了后，迄完全拢无同款啊！伊的世界观嘛，毋是伊敢若目睭看到眼睛的代志。伊会通有一个世界观，甚至做基督徒爱有一个上帝观。咱活伫世间，咱是受上帝所呼召，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这段爬关山看远的路，第一爱有主的引带，第二咱爱去明白耶稣来成全律法甲先知。为什么安尼讲？伫遮爱讲起耶稣爬关山，伫迄中间，学生变貌，伊的衫嘛变发光，清气发光。即款的情形，类似伫旧约的中间，摩西爬关山伫西奈山，甲上帝面对面40日。然后伊对山顶落来，伊的面发出光。这个发光意思是讲上帝甲人三个伫地，上帝是阮束缚伫人去反映出上帝的这个本质。伫这中间，咱看到第3节咧讲起，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显现。对因显现，甲耶稣讲话。为什么是摩西甲以利亚，毋是其他的先知？因为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来临以前，摩西甲以利亚会大先出现。所以，亲像伫马拉基书安尼讲起，伫上主大通行位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遐。甚至《申命记》内底嘛讲，我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恁来听伊的话。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因的传统的中间，认为弥赛亚来临以前，摩西甲以利亚会大先出现。摩西是代表摩西五经，以利亚先知是代表所有的先知册。伫耶稣的时代，圣经咱拢会用律法甲先知来代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所以伫遮其实要来表明一项：通过耶稣基督，人才会当真正认捌圣经、律法甲先知的册。换一句话，摩西甲以利亚也是律法甲先知，拢是为着耶稣的弥赛亚身份来做见证。这是这段经文真要紧的神学甲启示。第4节咧讲，彼得对耶稣讲：“公主啊，咱伫遮真好，咱伫遮搭3个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搭寮啊，为什么有这款的想法？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进入旷野，旷野上帝的阳光充满伫会幕的内面。犹太人称呼这个叫做 Shekinah Glory。Shekinah 就是荣耀的意思，就讲上帝伫荣耀的中间，甲人三个伫地，这是非常生命美好的时刻，进入永远的荣耀。
所以因咧追求讲失去呐。咱人若是离开这个世间，进入迄个阳光的所在，迄是偌好的代志。我有一回伫南部的牧会的时阵，有一个年老的长老，95岁要离开以前，伊甲伊的子孙讲上帝耶稣当时要来接我，迄天敢有真正来？无呢？伊甲因的囝儿孙拢有住高雄、住台中、上远的住台北。伊甲因囝讲吼，叫恁的兄弟，叫迄个孙拢转来看最后一面。结果安怎？伊无转来。因遐拢转来，但是伊无伊伫遐讲耶稣甲讲，灵感甲来带啦，灵感甲来带。过几个月了后，佫甲因后生讲，第二个甲伊带做阵。伊讲敲电话叫因转来上帝讲要来接我。尾因第二个就伫遐讲母卖啦，逐个足无用的搁爱对逐所在转来安尼对因来讲伤忝啦。老母就讲即回真正上帝要来调我，安尼。伊即个后生嘛是共款，讲好啦，就联络。真正大家就搁转来到伫婚礼的所在，伫迄个所在老母透早食一寡碗迄个糜，就食袂落就去困啊。拢转来新妇伫房间内伫遐开讲伫老母的边敢若看到老母讲我看到一个光。讲耶稣要来接我，然后讲无偌久，伊就讲母莫想济，真正逐个要挖豆的时阵，有诶去款中豆，伫边顾老母的一个，伫遐讲母做成无开逐个紧来，逐个紧来，真正逐个来到老母的身躯边，老母已经断开就那像老母头前甲因讲的，我那像看着一个光，耶稣要来接我。这个真特别的代志，一直伫我的心内，因为我伫咧牧会中间陪伴足侪人离开世间，无论是伫病床，无论是伫病院，这个上特别。人要离开的时阵，敢会讲来，互我看我的口座阁剩偌济钱。你敢捌拄着即款的人？无嘛？是讲我过去的奖状偌几张，奖牌有偌济，摕来互我眼一下，我敢怎欢喜离开世间？我至少无会遐尼久，我毋捌听到即款的。因拢上意爱啥物？我要离开听我的人来看我，也是我所听的人，我会通甲因看一下。这个老长老95岁，这老长老真特别。伊叫因转来了后，伊伫遐讲，我看到光，耶稣要来接我。我看到光，这个代志伫我的印象中，我感觉讲这是真特别的。咱咧讲迄个石琴迄个荣耀的时刻，所以你会当去想象到无？彼得伫遮甲耶稣讲石琴这个荣耀，咱住伫遮大寮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这是偌好的代志。咱活伫世间，咱会拄着艰苦，无毋对。咱嘛你紧来接我，互我会通进入你的荣耀的内面。但是伫这个中间，耶稣无温存学生。无温存学生，咱会通知影讲，后来伊甲学生讲，咱爱落山。伫这中间看到迄个荣耀的时阵，第50讲有啥对分中出来，上帝的话超越的存在者，上帝会出现，对门徒来讲非常惊吓。耶稣是惊活去，甲因蒙讲起来毋免惊。这个道成肉体的上帝，伊谦卑惊人，甲咱讲毋免惊。
咱人伫这世间，咱会拄着艰难困苦的代志，你会惊无？会惊。经济后一段要伫大，生活的困难会惊无？会惊。退休了后，到底要做啥物？无有一个目标，心内袂定着，会惊无？耶稣甲学生讲：起来，毋免惊。耶稣互因看到石群仔迄个荣耀，迄是一个未来上帝应允的荣耀。但是咱现在，咱面对头前所拄着的艰难，耶稣甲学生讲：毋免惊。第8节，咱做阵来看。因一个夜幕，只有看到耶稣。现代台语又本讲：以外无别人。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各位，咱的信仰就是安尼，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伫教会中间，咱拢是爱学习，只有看到耶稣。伫信仰上，检说有的人会去甲咱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伊若是跟对耶稣的人，迄个影响是一种祝福的。但是有当时，迄个影响并无法度互咱的灵性得到提升，互咱的眼界得到开阔。咱爱去学习，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谈到讲起，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只有看到耶稣的意思，就是讲看到耶稣成全律法甲先知。因为主甲咱讲，律法的一点一画，伊无要废除，乃是要来成全。伊成全咱对圣经的理解。今仔日，咱要通过这段经文，咱个想看卖，让带互咱什么款信仰的帮助。我要讲的信仰是一个爬关山看远的过程，但是线接落去咧，就是爱落山完成使命。马介牧师带着伊的学生爬关山看远，开阔伊的心灵，提升伊的灵性。伊原本感觉爬山一个真忝的代志。信仰嘛是同款，做礼拜哦，真忝，爱透早足早起来啊，服侍爱准备。今仔日念遐尼水的诗歌，一定爱练习足久的。你有影这信仰拢是爱一个付出的，无一个爬山讲啊，我会当安怎，亲像坐这个电扶梯就当去啊。所以逛百货公司很容易呀，因为坐电扶梯啊。若是爱互你爬关山啊，卖啦，我无爱去迄间。信仰的道路是一个爬关山的过程，爬到伫山顶，伫遐怎感受着上帝的超越，伊的诚信，然后带着这款开阔眼界。咱落山落去服侍。那亲像马介牧师，伊爬山了后，爬这个观音山，然后伊拢会到伫山骹3个所在，伫遐去巡会友。一个是5股溪，伫遐有一个寡妇叫丹塔嫂，所以丹塔嫂就将伊这个查某孙童养时张昌来嫁互这个马介牧师张聪明。马介牧师也到伫这个8里分的所在，伫8里伫遐来起一个报道所。到伫5股溪教会起好无偌久，马介牧师来到伫8里的所在，伊的日记安尼写：真侪人看起来真愤怒，但是有一寡人伫淡水听过我的名的人较友善。邀请阮到伫厝内伫遐坐，阮伫因的中间四界报道医治患者，
吟圣诗，我身躯顶所带的药品来医治因。暗时的时阵，阮就伫海边仔爬网的草寮仔中间来过暝。迄暝完全无困，直到天要光，因为天气伤寒冷，所以庄内的人带阮到伫因厝伫遐住，互阮伫遐会通得到温暖的食食。爬山、落山，拢有伊辛苦的一面。但是马介牧师伫8里分的报道所起好了后，日记安尼讲。群众组织参加献堂礼拜，阮袂记家己身躯的这个悲惨状况，直到一切拢结束。信仰是一粒爬关山看远的过程，看关山看远是为着互咱灵性的开阔，互咱会通去经验上帝的超越，搁较看见迄个石群仔荣耀的天家。但是咱嘛莫袂记的，咱已经是一个有上帝应允的人，咱应该亲像耶稣军队伊，耶稣带学生落山继续福音的侍奉。咱同款，咱做一基督徒，咱来肯定，咱上帝已经为咱备办迄个阳光的所在，总是咱伫世间，虽咱有缘爱落山去参与伫上帝的起造。愿主的话语成做咱的帮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学习一个爬关山的信仰道路。阮也看见上帝为阮备办迄个阳光极其好的所在，所以阮毋惊将来要去的所在是要去什么所在，因为迄条路主你已经为阮备办好势。阮愿你帮助阮，互阮伫西湖教会做阵来分担伫信仰所行的路径。虽讲有艰难有挑战，总是主阮深信，你也的确要成做阮的帮助，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只有看到主，无看到其他人。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时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361首，咱备办心来甲主三个同齐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从大日生活甲啉食，拢变做你等正心，应帮咱关心甲分享，献出最真实核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好
在世天心。请坐。欢迎主耶稣基督的名，伫伊的内面领受圣灵洗礼的更新的兄弟来守主的圣餐。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恁见那着我担当大，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业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要伫伊的名，照着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阮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为着要来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着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恩典的帮助，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互阮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尊名。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来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请咱食着饼以后，由愿安静咱的心来默祷。主耶稣讲：咬喙焦翕目字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甲咱正大家三个伫地。咱三个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相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尊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并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米斌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咱欢迎今日有新来的朋友吼，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郑淑云姐妹吼，伊是对惊奇教会来，咱请大家拍拍仔来甲欢迎一下。好，报告事项，咱今日要召开会员好会，办理本会第6任的叶金安牧师的监选。中委会也推派中委杨胜勇牧师、总委吴燕妮长老来担任监选委员。原住属服伫中委牧师甲总委长老所做的工。咱今日要搁召开会员好会加圣礼典，办理2022年的决胜案，甲2023年的预算案，咱要选举2023年的检察委员2名，感谢咱社会议长黄春生牧师，伊是伫浙南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伊前来主持咱原主属牧师所做的工。今日会员好会结束了后，咱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那请咱的中执来劳部参加。第4项，小会公告。根据第300摆小会审核的名单来办理2023年2月19日定期会员好会，咱的会员的名册，甲请咱的会友来看一下。第5，咱的会计报告吼，我简单报告就是咱2022年12月结算的金额是496268块，咱有其中30万转做定存。好，咱来看咱周报主会活动。咱主日的礼拜伫上午的10点，咱的圣歌队的练唱伫主日的上午8点45分。咱拜五的早间祈祷会是定伫暗时的7点30分，咱目前是暂停。吼，咱再来看咱圣工的事项。这个礼拜的司琴是玉珍姐妹，领唱是吴勇兄。书宪是民兵执事甲秋美执事，交太是文良兄甲宪宗兄，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咱下周的讲道是叶景安牧师，书会是秋美执事，书琴是谢文姐，领唱是吴新兄，书宪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燕庆姐甲苏文姐。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素颜姐。好，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统计，请咱大家来看。有出入的，咱的会计也是出来提出更正。好，即摆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伫周报的正手边下面吼，是马太福音17章第8节。我会用台语和日本先读一摆，咱大家三甲要用台语和日本读2摆，用华语本来读一摆。马太福音17章8节，因夜目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那领。请因夜目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那领。因夜目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那领。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马太福音17章8节。咱下面互相来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下面咱大家三甲来念圣诗第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上帝，白子圣神，阿门。圣诗391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吟诗选来请牧师来祝贺。Oh
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伊个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煞只要将时间交互中委牧师杨牧师甲总会长老、学院长老来主持。